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太想講你知，我係第2集嘉賓陳元偉師傅。今日我會嚟分享泰拳文化，大家記得準時收聽啊！呢個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嘅，太想講你知，我係海樂娜。大家知唔知道咧？其實咧，我都係一個按摩達人嚟㗎，所以今集咧，我哋就講按摩，大家記住收聽啦。第51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太想講你知，我係香港泰國文化協會鐵天馬，我係第6集嘅嘉賓，希望大家一齊嚟聽下我講關於喺香港推廣泰國文化嘅一啲資料啦，咁就記得 stay tuned。第51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太想講你知。咁我係第6集嘉賓關玉健教授，你可以叫做關教授，或者叫做 Piers。如果想知道泰國多啲嘅文化知識咧，一定到時留心收聽啦。多謝支持啊！第51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太想講你知。我係第11集節目嘉賓 Gabriel。咁今集就係會講泰國傳統舞蹈啦。咁就會分享一啲關於孔劇嘅嘢。如果你都想聽多啲關於孔劇嘅資訊，記住留意呢一集。第51季香港電台太想講你知，我係 Wana， 泰國政府旅遊局前高級主任，我哋仲要 share， 如果第10集咯，所以今次我哋帶嚟好多個泰國送俾你大家，可以一齊去 share， 一齊去分享，記得收聽啦！第51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我哋呢一次嘅節目咧叫做太想講你知。咁我哋今日咧非常之多謝啦，尊汪啦泰僑協會嘅主席，我哋會分別咧講2組大嘅題目嘅喎，分別咧係泰僑嘅朋友喺香港嘅生活啦，同埋泰國嘅節慶嘅。黃老師你好啊，非常之多謝咧今日你接受我哋訪問，講咁多泰國嘅知識俾我哋聽喎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我係泰僑協會主席黃玉麗，我尊汪。係啦，多謝晒大家。咁咧，到時咧，大家記住聽我哋嘅節目，太想講你知啦。สวัสดีค่ะ，我係 Vita 老師，歡迎大家咧參與第51季香港電台社區參與廣播服務，太想講你知。咁咧，我咧就係第4集嘅嘉賓啦。咁咧嘅主題咧就係香港嘅小曼谷。如果大家咧想知道咧，我哋泰國人咧係點樣喺九龍城啦生活啦或者發展啦，到而家啦我哋就嚟清拆啦。咁想知道多啲有關於九龍城同埋泰國嘅淵源同埋文化嘅話咧，記住留意啦。